啟德共融通道啊，唔知你聽過未？未聽過都唔奇嘅，因為呢，佢喺舊年啊，2025年尾啊，先至局部開放。所謂共融啊，即係行人同埋單車都可以喺上面走。據政府資料啊，已經開放咗嘅通道有2段啊，分別位於啟德海濱花園同埋啟德體育園美食海灣。2段加埋呢，只有2公里，小菜一碟，非常之唔夠厚啊！又據講啊，將來如果全程開通嘅時候呢，會有13公里，咁就差唔多啦。一個豪宅區加商業中心，建成一條共融通道嘅單車徑，實在呢就好難得嘅。雖然佢唔係一條正式嘅單車徑，但單車愛好者呢就應該好歡迎同埋好珍惜佢嘅。真係好期待13公里嘅通道盡快落成。好啦，多謝晒各位收睇，後會有期，拜拜。